各位蛙鬼準備好未呢？海洋公園哈囉喂開鑼啦！今年哈囉喂推出6大驚嚇鬼屋等你開箱，門票主要分為亡魂三劫同邪靈三煞兩種，當中包括有小心開到會被詛咒嘅怨靈盲盒，以實驗室為主題嘅 H25 律，講鬼奇案帶你重返恐怖現場，入到鬼宅獻祭，由神秘卡決定你嘅生死命運，仲有餐人之心同世皇墓地俾你嚇餐飽。除咗鬼屋之外，樂園仲推出10大蛙鬼匯演，全新推出嘅華麗地獄惡霸 show 一定唔可以錯過。韓風按摩天團拉興全場，亡靈狂歡慶典巡遊，而亡靈樂隊出沒樂園街頭助興，超多表演數都數唔完啊！